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5篇，出埃及记16章第1节到第8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工作。有粗心的朋友这样子问道：如果全世界都同时间跟上帝祷告，那上帝不就忙翻了吗？然后又有人问了，如果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时区时差向上帝祷告，那上帝不就跟着转，没有时间休息了吗？是的，上帝真的很忙，他要做的事情呢非常的多，因为他是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上帝，他同时也是无处不在、无所不在，他随时随地都在倾听人的祷告，回应人的需求，即便是那一些对他很不礼貌又违背主道的人们，上帝仍然垂听人的祷告。出埃及记16章第1节到第8节记载了那一群乌合之众，水准低落出埃及的以色列人。他们呢，因为没有东西吃，没有水可以喝，然后就埋怨上帝，然后抱怨摩西。可是呢，上帝仍然施行神迹来喂养他们。以色列全体人民离开了以琳，在离开埃及后的第2个月的15日，他们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的逊旷野。在那旷野中，他们埋怨摩西和亚伦，对他们说：我们宁愿上主在埃及把我们杀掉算了，在埃及我们至少可以围着肉锅吃得饱饱的，可是你们把我们带到旷野，要我们在这里饿死。上主对摩西说：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，人民每天必须出去捡当天所需要的食粮，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，看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。到第6天，他们必须捡2天的食粮，准备食用。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人说：今晚你们就会知道是上主把你们领出埃及的。明晨你们要看见上主的光辉，他已经听见你们的埋怨。是的，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埋怨是对他而发的。摩西又说：上主要在晚上给你们肉吃，在早晨给你们有充足的食物，因为他们听见你们对他发的怨言，你们埋怨我们，其实是埋怨上主。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受到上帝差遣来到世界上赐下上帝的救恩，他的工作就是赐下救赎。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形象以及他的工作。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，是超越万有的长子。借着他，上帝创造了天地万有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，包括灵界的在位者、主宰者、执政者和掌权者。借着他，也为着他，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。基督在万有之先就已经存在，万有也借着他各得其所。他是教会，他身体的头，他是新生命的源头，他是长子，首先从死里复活，目的是要在万有当中居首位。上帝亲自决定使儿子有他自己完整的特质。借着儿子，上帝决定使全宇宙跟他自己和好，
上帝借着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，使天地万有都再归于他。从前你们由于邪恶的行为和思想远离了上帝，做了他的仇敌。现在借着他的儿子肉体的死，上帝使你们成为他的朋友，为了要使你们在他面前圣洁，没有缺点，无可指责。你们必须要持守信仰，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，不要放弃当初领受福音时所得到的盼望。现在这福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，我保罗就是这福音的仆人。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，降世成为人子，他的工作就是为了要使人与上帝重新的再一次的和好。借着他十字架的牺牲救赎，使人能够得以领受永恒的盼望，有永生。诗篇95篇。来吧，我们来颂赞上主，来向拯救我们的保护者欢呼。我们要以感谢的心到他面前，我们要向他欢唱颂赞之歌。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，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，他统辖全地，从最深的地穴到最高的山峰。他管辖自己所造的海洋，他管理亲手塑造的陆地。来吧，我们来俯伏敬拜他，来向他创造我们的上帝跪拜。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。他是他带领的羊群，你们现在听他所说的话吧，不要顽固，像当年在米利巴的祖先，不要像他们在旷野，在玛撒时一样。虽然他们看见了我为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仍然在那个地方来考验我，试探我。40年之久，我厌恶这些人。我说他们是多么的不忠，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，因此我要在愤怒之下发誓说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我本来要赐给他们安居的地方。感谢主将救恩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并且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